讲到最近的天气是烧烘烘热，甲挡袂牢。今日金门的出名风景区护国墩的自乐观景台，透早就热甲家己的熊熊倒起来，这气象署提醒，未来这一礼拜同款的真热，尤其是受到冷升低压的影响，对流会较旺，这过道就愈会上大雨。连续高温伫金门护国墩自乐观景台条啊，好亲像家己着火烧起来，烧甲拢乌去，火捌炭到附近的杂草，见消机无到现场，真紧就甲火拍花。现场燃烧杂草约15平方米，立即布一水线将火势扑灭。礼拜日下各地天气真烧热，屏东春日39度的高温，新北市三峡的温度嘛有37度8，苗栗后兰、花莲富里，也有台北市树林拢超过37度。台南玉井原来有36度9的高温。台南玉井因为拄仔是山野贵，真侪游客来老家食山野边，结果违规临停路边，互当地居民真困扰。警方原来到现场处理。来食山野边足济啊，拢来就吵就停啊，停了你就交通拢爱个补助出来管制交通。气象署表示，未来一礼拜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各地日射也是好天高温的天气形态。西半部地区高温会有36度以上，台东有火烧风发生的机会。午后各地也是会落雷阵雨。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时候，通常都是来得又急又快，而且都是容易会有短时的强降雨，然后雷击跟强阵风等等的剧烈天气现象。所以在午后外出活动的时候，一定要特别留意哦。气象专家加新兴分析，礼拜甲拜一因为冷心低压的影响，造成高空温度低、地面温度悬，这种情形可会造成旺盛对流发展，所以午后雷雨会更加激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